以前總覺得香港市狀好細好易食，只要將內地嗰套成功經邊搬過嚟就得。但係佢哋忽略咗香港人係最算係、最談新鮮，但又最快厭嘅一分人。如果你哋陳炳冇辦法做到獨一無二，又或者性價比與比不上雙飛，咁最後嘅結果就只能夠係血虛收場。有人話，瑤瑤嘅離場代表咗一個時代嘅終結，就係內地餐飲品牌盲目衝擊香港市場嘅時代已經掛號咗。依家大家講緊嘅係點樣生存，而唔係點樣誇張，近千萬圖示化為烏有，呢個代價真係好大。對於嗰啲仲想嚟香港開鋪嘅內地品牌嚟講，瑤瑤嘅故事絕對係一去將佢切碎，再用膠水粘合。唯一嘅原因就是呢啲碎肉嘅成本低到你無法想象，佢哋好可能是屠宰場喺分割豬肉時剩落嚟嘅邊角料、肥膏碎，甚至係啲已經擺咗好耐、開始變色變味嘅過期冷凍肉。更有甚者，可能係一啲無經過正規檢疫、私在場出產嘅劣質豬肉，商家透過化學香精去掩蓋臭味，透過肉膠水去重塑形狀，最後包上一層萎收翻嚟嘅豬皮，就搖身一變，變成咗小紅書上面人人追捧嘅網紅美食。相比起呢啲科技與狠活嘅化學手段，更令我哋感到心寒、感到悲哀嘅，其實係人心嘅崩壞同埋商業誠信嘅徹底破產。曾幾何時，我哋用純手工嘅方式進行鬆針。咩叫鬆針？就是拎住一把密密麻麻嘅鋼針，喺層豬皮上面瘋狂均衡咁吉幾千個甚至上萬個細孔。呢個步驟極之考驗耐性同手皮力。如果吉得唔夠密，燒出嚟嘅皮就不會起沙，不會酥脆；如果吉得太深，傷到下面嘅肉質就會流失，舊肉就會變乾。鬆針之後，仲要用特製嘅鹽、五香粉、沙薑粉等天然調味料，燻製10幾個鐘頭。等味道徹底滲入肉質纖維，到咗最關鍵嘅燒製階段，香港嘅傳統做法是用明爐或者炭爐，師傅要搬起幾十斤重嘅豬肉，放進高溫幾百度嘅爐入面。在這個過程中，師傅必須全程企喺爐邊，忍受住高溫熏天、寒流沓背嘅環境，時刻留意住火候。借咗親戚嘅錢，喺樂園門口蓋咗3層高嘅民宿，有人承包咗樂園入面嘅小吃攤位，一次過付咗幾年嘅租金，仲有好多當地嘅年輕人以為可以在家門口就業，放棄咗去大城市打工嘅機會，入咗樂園做保安、做售票員、做表演者。結果呢，樂園倒閉之後，小吃攤位嘅租金拿不回來，民宿空無一人，欠咗一身債，年輕人被拖欠咗幾個月嘅工薪，最後連失業補償金都拿不到，只能黯然重新背起行囊，遠走他鄉打工。那些買咗樂園隔離住宅嘅業主更加係欲哭無淚，原本幻想住出門就係迪士尼，放假年年將你間村鹹冇得失，又或者係用預製菜嚟敷衍食客，好快就會俾市場淘汰。西貝嘅問題係於佢想做企煲化，想學麥當勞咁樣標準化，但係佢又想賣高級村鹹嘅價錢。呢種矛盾喺衷心透明嘅今日，好容易就被拆穿。好多內地男友都喺度投訴，話去西貝食飯服務係幾好。仲有個計時係搞定幾多邊磚內上菜，但呢種速度背後往往就係預製菜嘅功勞。對於好多老饕嚟講，等耐少少食份有溫度、現炒嘅細，好過你唔穿中內逼份加熱好嘅雪藏野膜。而且西貝嘅分量喺好多人心目中係越嚟越細，價錢就越嚟越貴。以前一家3口食300幾蚊可以食到好飽，依家可能要500、600蚊，仲要覺得冇食面對面嘅專業服務同人際互動。例如一間賣音響或者相機嘅小店，店主幾十年累積落嚟嘅專業知識，可以根據顧客嘅個性化需求，提供即時嘅建議，甚至提供售後嘅親自維修同改裝服務。呢種人對人嘅溫度同專業價值，係網購屏幕永遠無法提供嘅。第二係深度耕耘本地社區網絡。小店嘅優勢在於近同熟，小店主認識街坊幾十年，知道每一戶人家嘅喜好同需求，可以提供極度靈活嘅服務，比如幫忙、留貨、提供賒賬，甚至係社區內嘅互助。這種深厚嘅社區情感連結，係大型電商平台用算法同數據無法輕易割裂嘅。外賣改基層市民嚟講，呢一刀切落去，真係令到佢哋欲哭無淚。究竟呢個政策係幫個城市洗心革面，定係將班底層勞工趕盡殺絕？今日同大家由頭到尾拆解一下呢場深圳開埠以來最震撼改交通大洗牌。講到深圳啟電雞，如果你前1、2年有返過內地消費，行過東門、華強北或者復旦啲商業區，你一定會感同身受，嗰種震撼程度真係唔好話老人家，
連我哋呢啲後生仔過馬路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啲人開住架改裝過凱電雞，時速去到40-50公里，喺人行道上面安靜謀生咁衝過嚟，仲要係咁令你真係嚇到個心都離一離。根據官方之前大概統計，呢種做法根本就係合法搶劫，將消費者當成水魚咁宰。以前燒味飯係乜嘢？係最底層、最平民化嘅基層恩物。1990年代嗰陣，10蚊、15蚊一塊斬料飯，份量多到飯盒都踩唔埋，肉堆到好似座小山咁，係出完體力勞動嘅地盤工人、司機大佬，用最少嘅金錢獲得最大能量補給嘅救命飯。而家燒味飯居然變成咗一種社企麵，但質素反而衰過以前，錢就收足，甚至年年加價，份量就越減越少，肉質就越嚟越差。網民話：而家食燒味飯真係一種自生稅，你用同樣嘅價錢去食個日式便當，或者去兩餸飯店買個熱辣辣啖啖肉嘅餸菜，體驗同飽足感都遠遠贏過呢盒充滿銅臭味同敷衍開熱。正係喺全香港人都喺度反思香港餐飲業到底應該點就下處改慣年市佢。近年好多人唱衰香港本地零售同餐飲，話租金貴、人工高、服務差，冇得同內地拼。但美心皇宮呢個舉動，無疑係為本地業界注入了一支強心針。它證明只有你肯投資、肯用心、肯去聆聽本地消費者、特別市場者同埋家庭客嘅真正需求，香港餐飲依然大有可為。香港人唔係唔願意喺香港消費，香港人只係不願花錢去買一啲毫無誠意、倒模出來蓋預製菜同埋冷冰冰蓋服務。當你拿出1萬謀蓋誠意，重塑金龍金鳳蓋輝煌，將推車仔點心原汁原味呈現。直心連的係沉酷嘅，利息高企，收費外流，租金硬淨，呢3座大山壓落嚟，邊個夠膽話自己運操星權？要有菜魚嘅設置，或者只係第一塊跌落嚟嘅骨牌。揭開呢個黑幕，係想話俾大家知，生搖世界冇遠遠嘅人家，特別係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每一頃土地都係用錢堆砌出嚟嘅。如果你未準備好面對每個月幾百萬嘅去損壓力，咁香港呢個場真係唔係咁易還得轉。大家試話下，如果你係老闆，見住銀行戶口啲錢每個月好似倒水咁倒出去，但門口個排隊人龍一日比一日短，你會點做？係繼續燒錢博佢飯蛋，定係及時止賺？以前總覺得香港市狀好細好易食，只要將內地嗰套成功經邊搬過嚟就得，但係佢哋忽略咗香港人係最算係、最談新鮮，但又最快厭嘅一分人。如果你哋陳炳冇辦法做到獨一無二，又或者性價比與比不上雙飛，咁最後嘅結果就只能夠係血虛收場。有人話，遙遙嘅離場代表咗一個時代嘅終結，就係內地餐飲品牌盲目衝擊香港市場嘅時代已經掛號咗。依家大家講緊嘅係點樣生存，而唔係點樣誇張，近千萬圖示化為烏有，呢個代價真係好大。對於嗰啲仲想嚟香港開鋪嘅內地品牌嚟講，遙遙嘅故事絕對係一去將佢切碎，再用膠水粘合。唯一嘅原因就是呢啲碎肉嘅成本低到你無法想象，佢哋好可能是屠宰場喺分割豬肉時剩落嚟嘅邊角料、肥膏碎，甚至係啲已經擺咗好耐、開始變色變味嘅過期冷凍肉。更有甚者，可能係一啲冇經過正規檢疫、私在場出產嘅劣質豬肉，商家透過化學香精去掩蓋臭味，透過肉膠水去重塑形狀，最後包上一層萎收翻嚟嘅豬皮，就搖身一變，變成咗小紅書上面人人追捧嘅網紅美食。相比起呢啲科技與狠活嘅化學手段，更令我哋感到心寒、感到悲哀嘅，其實係人心嘅崩壞同埋商業誠信嘅徹底破產。曾幾何時，我哋用純手工嘅方式進行鬆針。咩叫鬆針？就是拎住一把密密麻麻嘅鋼針，喺層豬皮上面瘋狂均勻咁吉幾千個甚至上萬個細孔。呢個步驟極之考驗耐性同手皮力。如果吉得唔夠密，燒出嚟嘅皮就不會起沙，不會酥脆。如果吉得太深，傷到下面嘅肉質就會流失，舊肉就會變乾。鬆針之後，仲要用特製嘅鹽、五香粉、沙薑粉等天然調味料，醺製10幾個鐘頭，等味道徹底滲入